今日東京國立競技場15勝利戰擺國立主場對呢個新式天王。今日而家係標榜30週年，15勝利戰1995年到而家2025年30週年。Respect。まずは白いユニフォームアルテックス銀河のスタッフメンバーです。背番号1ゴールキーパー國立日啦，今日背番號25ディフェンダー新式天王背番號4ディフェンダージェイソン・ウィリアム背番號3ディフェンダー選手介紹啊，背番號31ディフェンダー堀米雄斗呢個出名係99號嘅小野裕二啊。背番號7伊藤30年嘅2025啊，倒帶又到翻1995年，神大地震之後升上 J1， 98年決定殘留，2000年永渡先會引退，2001年有3倍之糧，2004年再出發啦，2005年降落 J2。大久保家人加入2007年，最後一次奇蹟殘留啊！因為2012年又降落 J2，2013年吉田亞運引退，2016年得點王啊！哇！呢個舞蹈司機2018年魔術師小白2019年出之後有天王杯嘅優勝，2020年挑戰呢個亞冠，2023年第一次稱霸 J2，2024年第一次連霸林莊啊！呢一兩年都係15勝利戰嘅盛世，由95年開始大地震到而家。黑白間嘅參與經典啊！現時各個級球員大迫勇也、武藤嘉紀啊、酒井高德啊，有全國嘅。30週年嘅15勝利戰。今日佢哋嘅送熱波衫啊！個背獎寫住30，前面寫住12號 supporter。加起上年嘅 MVP 啊，常季追啲嘅。監督吉田亞運 ，match time。神戶中以前10戰無歸攞呢個最上屆咧就呢個綠島自己唔爭氣，跟住講到3隻前白威龍門前村代啊，後衞港賴綠豆
右閘啊！背番号4、ディフェンダー、山川哲司。背番号3、ディフェンダー、マテウス・トゥーユ。3號外援2後衞，中堅。阿上9獎都得啊！站位就個前多幾，港中6號線連歸喎。跟住前線武藤嘉紀，我防中就獎收良計，英冠回流翻嚟佢。太木方啊，前度往轉頭嚟，古代大勝重村嘅前鋒嘅成功，得大逼得天啊，大逼勇也前村嘅主力啊。後備方面，替補球員，我哋換咗新仔張泰嘅前村嘅前鋒嘅。咁多勇氣，一卡路，齋藤美月，周先又嚟玩年青人，52號啊呢啲。分期見到，哇！佢 AV 名啊又，古斯達喎，實生而多咗木大樹，啊呢個佢都化妝嘅條友 ，Eric 話呢個後佢出嚟嘅武器，真係要佢吉田口岸監督呢2年真係靠佢。連續2年冧莊嘅神喎，當然啦，其中嘅功臣就係樂天集團同埋佢哋嘅電信公司拉佢。We are Kobe。大旗出現啦！威到盡嘅球嘅數嘅先。楽天センターマッチ、ヴィッセル神戸対阪神タイガー、両チーム選手の入場です。掛名主場嘅神聖嚟嘅，國立日東京國立競技場。Countdown to kick off， 4、3、2、1，開波啦！國立日東京國立競技場嘅神戶勝利船對新潟天鵝。